香火真興旺的指南宮信徒真多。過去的傳聞是講啊，恁若是男女朋友啊來遮拜呂洞賓了後，你就會分手。所以人講啊，恁若是要做伙鬥陣吼，唔好來遮。這款的傳聞啊，再次引發了討論啦。指南宮文化研究中心就透過歷史的考證，伊講在日治的時代。遐個歌謠就記錄着男女朋友手牽手來遮參拜，是祈求永浴愛河啊，表示啊，這不是男女朋友來遮講分手的，這傳聞啊，愛達拍互破啦。今日的報道看宮廟台北指南宮昨暝火燒厝，民眾隔燈光透早攏來到現場關注。可能考試前都會上來拜一下，但是就是它現在燒掉了。沒有地方拜了，火災或是災後就是重建而已。對，台灣是很虔誠的，就想說順便來指南宮看一下，全面起火燃燒，可見燒的這個範圍是蠻大的。不過講到指南宮，真濟愛人啊，其實攏會驚驚，因為聽人佇咧講來遮拜拜，安尼着拜拜呀，甚至甲遮當作分手標，主要是因為戲劇小說，聽講到呂洞賓六百條好辛苦，就塑造起穩妥愛人啊形象。不過指南宮文化研究中心講，日本時期的古早歌謠捌記錄愛人啊，牽手拜拜，祈求一世人恩愛，顯示這並不是愛人啊的禁地。廟方嘛講，呂先祖既然已經得到新生，就無理由擱怨討別人。前副總統蕭萬長甲太太嘛捌來遮約會，感情到這陣嘛是還擱斷干別天，背回過去的傳聞。之前是說這情侶不能來。對啊。實際上我們是不知道，我們都沒有這個經驗。我想心誠則靈吶，如果你自己情意堅定，是不會有這樣的情況，所以還是很多情侶來這邊看夜景的。1960到70年代，指南宮逐工的遊鄉人超過10萬。1980年前後，逐工差不多5000人來遮，人上濟時期一年將近30萬人次造訪。香火正旺的指南宮，嘛是政治人物接來遮探靈氣的重要場所。中華民國總統。親像這月初二，總統賴清德閣一排來到遮造訪，這政治人物攏會來遮拜拜，雄雄導火消息，互各界驚一跳，嘛互背後文化故事閣一排引起大家關注。